你會唔會有時候突然好唔開心、好難受，但又唔知點樣搞掂自己喎？呢個真係超有用。你有冇試過一唔開心，第一時間就病埋，拎部電話出嚟係咁碌，係咁碌，搵朋友出去玩，甚至去飲到爛醉呢？有冇人會話我而家難受，要停低專登感受一下自己有幾唔開心呢？其實自我陪伴就好似你心裏邊住咗個小朋友咁。佢覺得唔舒服，你都會留低陪下佢，企喺佢身邊，好溫柔咁問下佢發生咩事啊？點樣可以幫到佢？慢慢你會發現內心好似有個大人同個小朋友拍住一齊上咁，無論遇到咩事都會實在咗。你有冇諗過，成年人大部分其實都係選擇唔理自己嘅感受，長遠嚟講只係會搞到自己更加孤單唔開心。如果每次都很認真咁理下自己感受，安全感會慢慢建立起嚟。如果你平時唔係好識得形容自己嘅情緒，可以睇下我而家嬲定係驚？嬲嘅背後其實係覺得羞恥定係無力？焦慮嘅時候係咪因為有嘢我未做完，定係驚做唔好？有時喺關係裏邊突然有人冷淡，你會唔會好驚俾人拋棄？呢啲就係自我覺察。只要俾啱形容自己情緒嘅字，已經係你開始處理情緒嘅第一步。然後你可以問自己，我點解會有呢種感覺呢？其實需要啲乜嘢？有時你嬲，可能係要接納自己會冇力，唔需要場場都控制得到。焦慮，可能要接受嘅嘢本身都未必控制到嘅嘢。你驚，你害怕，未必個個都幫到你，但係你自己都可以俾安全感自己。你覺得窒息，可能係時候同自己爭取多啲空間。呢個練習 keep 住做，你會見到最大嘅分別係自己唔再咁容易有事就崩潰，就算再難捱都可以好快咁理順自己，人生都堅定咗好多。以前嗰種今日唔開心一定要揾人陪嘅感覺冇咗啦。你有冇試過咁樣陪自己？留言分享下你嘅故事。如果你想更了解自己嘅情緒表格，留言情緒分享俾你，記住 share 俾你朋友，等多啲人可以一齊舒服咁面對自己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